我呀，早子说的也不牛啊！我经常做军队什么车支队，说现代的嘛都刚就嘛就军的啥车嘛的这，你来军队嘛的你这他们这嘛的你没得做现代的，这啥都还把全部这算说，我呀，平时屯这了感谢有吧？中国平时差不多几年，忙做了相对居民，大陆队的这广播作品呢。这做个下山就赶来说，家人们家天了，说的牛啊快，在家就，我现在俺那做军队哪个拖了铺住的，人家民这个弄个补助的做乐队咋呢？这就把养不收，家人们家，我产生了跑队咋呢？把茶带上的跑吧，今天既然做补的做老多家，补的做茶干的嘛，啥西的忙不多啊。公个我得做老说也不讲，现在那边没，人家装对狼队得做，一了也不说，文字也不说，话也不录，老总也不接受啊，这让一人装多。抖音。